Hello，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因为大家都知讲，我们台湾的农业规律会，介绍啊有几多种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过呢，种菜同畜牧的乡下农业生产方式，大家有听过，也有看过冇呢？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在地的好朋友，好好来同我们紹介一種特別的農業生產方式哦。馬上來歡迎我們的宋玉祥，玉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宋玉祥，我目前是优活鱼菜共生的负责人。哇，歡迎玉祥來到我們節目地位哦。玉祥頭頭有講到啊，一個農業的生產方式，台灣有幾多種嘛？啊，都好其中一種係畜牧的同種菜鄉下一個係專門，等下好好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吼。啊，睇下之前先幫大家了解一下玉祥，玉祥按後生你這個本身啊係。專門係種菜嗎？還是你之前有做過其他的工作？其實我們在最早之前，家裡面發跡是透過蝴蝶蘭。哦，對，我們是種蝴蝶蘭，然後大概經營了10年的時間。對。你們都卡係睇哪樣？你係哪家邊行業？我爸爸是美濃人，媽媽岡山。哦，岡山，同美濃，你算美濃子弟呢吼？我混血兒啦。對，你混哪裡？美濃同美岡混血。算貼片呢？爸爸睇嘅做算是一個空軍，所以嗰時候你係喺宿舍嗎？還是喺哪？以前因為我爸是在官校當飛行教官，所以我們以前都會有那個眷村可以住。哦。對，所以小時候都是在眷村長大。你們的眷村的氛圍吼，這種印象係咪同人的天時地利看到的大家互相會串門子行的行業啊，過年過節有冇個特別的眷村菜啊？那種呢？其實眷村是一個很大的家庭，就是家家戶戶都認識，然後我們那群小朋友就可能今天在東家吃，明天在西家吃，對，就會這樣子，然後大家感情都很好。談風來明年1年的明年都在勾嘎呢哦。對，每天都是一群的小朋友這樣，然後就虎豕狗黨到處作惡這樣。對。你對眷村的印象安好？你自己本身對美濃還有乜個印象？還會回去嗎？還會回去嗎？會啊。我們假日的時候基本上都會回到美濃去。對，那岡山跟美濃最大的差別，因為畢竟岡山還是以工業為主嘛，那大家的步調都比較快，那回到美濃之後，其實是可以真正去感受到那種大自然的魅力，對。我以前小時候其實也是比較偏向於喜歡大自然，對，所以我喜歡風裡面有土的味道，然後人家在打田的時候啊，白鷺鷥這樣跟着啊，然後回到鄉下就是只要有水溝都可以跳下去玩水。所以我很喜歡那種感覺。對。你有回去的時間有想到過，這邊安好，會不會有不想回去到岡山的？小時候是會，就是想一直留在美濃，但現在其實也是如願以償的啦，也是現在就常住在美濃。哦，不錯，這個農場喺美濃係咪？自己農場在山林，就剛好過個月光山隧道就到。圈的嘛吼，不是會安尼就。你閒時唔回到美濃的時間，會同種批吼用客話嚟講話嘛？因為喺眷村應該係冇機會講客話嘛，都講國語。回去到美濃的時間，會有一個機會嘛？小時候回到美濃，因為我很愛我阿嬤，所以都會很想要去跟她有一些接觸。可是我又不會講客家話，家裡面因為以前都住岡山，所以大家都講中文，所以回到美濃之後，就是用我僅有的一點點的客家話，像四寶，然後肚雞、水母這些水神這些東西，然後跟我阿嬤溝通，那剩下就是靠手語。你有想講秘書包給我講，吃飯，然後都比他按嚟吃飯，沒有，我們都說肚雞耶，吃飯哦，水神都講水神，真是可以神奇呢。其實你對韓式印象除了客種之外，又加上了一個眷村吼，嗰時候有你有特別有一個眷村的氛圍啊，甚至於講是到眷村菜，又是到客家菜，對，你這個印象裡邊簡單講一下，一兩種無共的文化的料理吼，哪個唔夠好啊？其實應該說，真正小時候的味道都是來自於客家莊的啦。
阿嬷的味道，阿嬷的肉粽，她包的那种小粽子，然后还有那个大风，对，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忘记的。哇，安尼讲方来真是吼，我越讲越多，安尼行去夹定骨了，规到安尼的主题啦吼，条都讲要烧个农业的生产方式。啊，不过唔讲，即个会去做一个菜养生，啊，不过即个迄个落下迄种辐条蓝的呢，啊，做嘛个即个对落下迄产业吼无相讲去接风嘞，结果会电到去做一个菜养生。其实应该是说，之前一开始小时候就爸爸在官校教飞行嘛，然后后来退休了之后，他就去华航了。那他去华航之后，我们在冈山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再留在那边，所以我们就搬回美浓。搬回美浓，我妈妈就想说，她想要找一个工作，找一个事情来做。那就因缘巧合之下，刚好认识有亲戚在种蝴蝶兰。那我妈妈本身很爱花，所以她就是决定去做这一行。对，那我们也是一做就做了10来年，其实到今年家里面的事业都还有，所以大概也将近20年的时间。嘿啊，佫说等于讲，落卡一个本上的原本的产业系过稳定的嘛，算稳定的，所以很稳定啊。那你怎么会没有这么说好了，就是说没有想要承接家业呢？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虽然稳定，但是它基本上，我觉得花卉算是一种夕阳产业了，因为成本都提高了嘛，对，然后慢慢的也感觉到其实收益没有像之前这么好，那再加上我小时候在眷村长大，所以就是那种得天独厚的叛逆，就是不喜欢跟家里面的就是事业有太多的主要是我自己不喜欢花了，对，就是其实你讲方嘞，你这个非常的有独立的想法，其实你有想要自己去做，可是农业的方式哈很多种，那你怎么会特别选到说这个这么特别的鱼菜共生？鱼菜共生其实是跟我之前的另外一个职业有关系。我之前是做那个健康管理师的。对。那我们当然知道，健康管理师的工作内容就是去督促我们辅导的人，他们的饮食、饮水，然后还有睡眠。所以这些东西的总刮起来之后，我们慢慢去研究。其实我们有辅导过的一些人群，他们本身就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那为什么他们身上还会有亚健康的现象出现？所以就觉得说，我们去研究这一块，才知道说，其实原来现在的农产品在产出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沉积物会让我们人体去吸收，对，那就造成额外的负担了。就等于讲，其实你自个有这个想法，要做其他的工作，结果你是先去考取了一个健康管理师的证照，对，再来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后，再来斜杠中吹，对，是这样子。其实主要是因为，毕竟你去做辅导的这个工作，其实很累人，因为我们是1对多，所以每个人都会问你问题，所以你每天都是在边回讯息，然后再来就是工作时间也很长，因为我们毕竟必须要从我们辅导对象从早上起床开始到他晚上睡觉，所以才会是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长时间这样，我们在那边大概经营了2年，自己觉得说好累，对，我把健康给大家了，可是我把我自己的健康也供出去了，所以就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那后来也是因缘巧合之下，就是发现说，食物的来源也很重要，所以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换个方式来继续走这一块这样子？就等于讲，有个健康管理师一个工作还在进行，然后只是说后续变成是中炊，变成是副业的一环，结果现在变成种菜主为主，然后管理师为基础了。对，两个这样子互换过来，但是都是相辅相成。其实也是相辅相成，对，所以我有很多的客人也会在间接性知道我之前的职业之后，他们开始就会搭配我的蔬菜，然后包括那个辅导啊这样子，他们每天都会拍照问我说：“老师，我这样吃可以吗？”我说：“好，可以这样子。”拄好啊，就是一边就分享健康的饮食，也可以分那个大家提供有什么样的健康的资讯，用板去做，也可以规划呢。讲多转来鱼菜共生，有想你可以同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到底是用板的一种农业的生产方式，真的是像同中炊穷哈吗？所以2个是一定有什么样子的相关，或者是有某个限制吗？其实
讲到鱼菜共生，在台湾可能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大部分大家都是小小的，都在自己的阳台去做一个简单的小系统。那其实这个在国外已经是行之有年了。那主要是，我们会利用的就是水的循环，它的不断循环，然后透过鱼，我们养鱼，然后让它经过的排泄物，然后经过我们培菌，然后去做转换，转换完之后变成肥料，肥料之后给菜去使用。那菜的根系刚好可以把这些多余的养分给吸收完，那等于是过滤水质的一个意思嘛。那它把水过滤干净之后，再回到鱼池，就变成一个小小的生态圈。对。我说我有印象底部看到大家像你讲的，其实亚种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规矩的，但是印象里面看到的东西比较小型的，大家在录下家庭底部可以做的吼，细细的，嗰种养个鱼的啊，大部分拢是观赏用的鱼啦吼。对。啊，有人真是有养嗰种私的鱼的，像南洋节啊，嗰种鱼的搭配在做这样子嘛？其实比较少。比较少。对。像五指甲呢？五指甲那个养个鱼的有某个特别的品种吗？我目前种的大概都是生菜为主，莴苣类啊。对，所以目前场内的品种大概有常规在产出的有6到7种。蔬菜6到7种。对。鱼呢？有是吃的鱼？基本上是就养无锅鱼。鱼对我来讲不是产品啊。它是像员工这样子。嗰种鱼的员工也不是产品，嗰种鱼不会养的，讲拿老风了拿去卖。所以我很多朋友都说我盖农场，他们说哇，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要请很多人？我说我有8000个员工。哇！对，然后他们就会吓一跳，以为我盖多大？结果全部都是鱼的，你都没想到讲，其实养给南洋节，倒不如养给金鱼啦，这种观赏鱼类。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挑选鱼种的时候，不是因为走观赏或走经济价值的问题。我里面的鱼养的是无锅鱼，好，就是一般说的台湾鲷。那为什么我选择这样子的鱼种？是因为第一个他们很会吃，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很会拉。那其实我们要的其实就是他们的排泄物嘛。我说按那个皮料的来源哈，饲料这种就会货源源源不绝。对。原来按呢，观众朋友，原来啊，有上期啊个故事是按呢开始呢。不过五彩强生还有哪条位无同样的故事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欢迎大家回到福气来节目底杯。前面有讲到要上用办去做一个鱼菜强生，也讲到一个鱼的就会用的去限制。不过菜呢，菜应该去底杯煮过啊，就会用的去限制种乜嘅菜呢？有想，你头都有讲到鱼菜共生很重要，就是来自于你的员工是鱼嘛，那主角也给抢水这些蔬菜，你会用的去限制也给品种，像讲有种的几道，像5、6种的也给抢水啊，他们是按照季节呢，还是有特性让你去选择它们？其实这也是一路走来很多的辛酸血泪了。对，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知道到底该种什么，所以就是什么都种。那什么都种之后，才慢慢的去发现、去了解，说其实蔬菜有很多不同的种。不同的科类，所以以前有种到像十字花科类的东西，像奶油白菜啦，然后或者是那个青江白啊，或甚至于高丽菜这些东西。可是后来发现说，因为鱼菜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不能用任何的化学的东西，包括农药，因为这些东西只要落到水里面去之后，鱼就会死掉。所以我不能撒药。那不能撒药的话，通常菜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会有释放出一些味道，那虫就来了。那虫来了之后怎么办？就只能丢啊。对，所以我在创农场的初期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一直在丢菜。真的哦。对。我说一时半时这种虫的，我完全都不得的。完全不行，因为它很快啊！你今天发现一颗，明天就是一床，后天就整栋。对，他们在扩展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你有想讲风类你做一个鱼菜共生的时间，你的空间会是一个比较密闭式的空间嘛？我本身是盖温室，因为家里面之前是做蝴蝶兰嘛，
然后我就利用蝴蝶兰环控温室的这个概念，然后来做鱼菜共生的农场。对。你讲卢卡本身的温室本人来用那个鱼菜共生的工作嘛。那家里面唔会讲，俺哋咧蝴蝶兰的生意做得好，去做那个鱼菜共生都算了，还会用到卢卡的那个温室，家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我一开始是想要用家里面的，但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军人嘛，所以他比较严格，比较严肃，对，那他就很反对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农场是我自己盖的。对，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资讯，然后去请教，去拜会了很多的一些前辈，然后慢慢的直到第3年的时候，我真的开始从亏转盈，然后盈开始慢慢赚的比较多了。然后我就用我这边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去跟我父亲讨论，因为蝴蝶兰其实以前10年前是很赚钱的，真的很赚钱。然后我们那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台湾的蝴蝶兰，但是因为后来整个世界大环境不好了，所以再加上所有的成本都开始在提升，包括我们用的这些资材啊、那人力啊，那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蝴蝶兰，所以台湾有很多业者都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变成说供过于求了，所以价格就不好了。价格不好，成本又变高，竞争太激烈，所以我们的利润层从原本的可能卖1颗赚1颗，到现在可能是要卖10颗才能赚1颗，就会变成就是利润层越来越薄。那蔬菜不一样啊，蔬菜其实轮缸率很快，我蝴蝶兰1颗从有到卖出去要1年半的时间，我只要1个月，对，种出来够强，而且俺们讲昆法啦就法油的时间可能会贴配的时间，特定的机会场合才会需要到。虽然讲其实青狗的加车唔错，可以卖一个几多钱，但是呢，抢出那种应该会太个米面甚至于讲必需品啊。必需品，对啊，人家说人以食为天嘛，我们可以没有花看，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菜吃。真的，对，所以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子种种的一些迹象，然后我去跟我的父亲去做解释，然后慢慢的他也认同了我的这些观念，所以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然后我们就等到我爸那边他们的那个温室里面的一些兰花都慢慢的出了差不多之后，我们也不补新的了。那出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去改造这个温室，然后把它变成生产蔬菜的另外一个鱼菜共生的基地，这样子。就等于讲，卢卡那个兰花的生意还有吗？现在还有，就等于讲，卢卡的生意规模可能减少，那这片农场种出来的生意规模扩大，延续到家里面。其实是说两边就互相去做一个调整啊。其实也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就是第一个我需要拓厂才能去满足我目前的通路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父亲他们也不会因为说我这么大一片温室在这边，然后浪费。对，我们刚好就可以做一个承接这样子。你又想前面有讲到，这个那个农药的生产啊，也的知识能力都是你自己去学习过来的啊。一路上，像头都讲的那个破片种菜之后有病虫害这些，是算你这个拄到讲最严重也还讲本你最挫折的问题，还有讲那个路风，其实还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觉得比较挫折的部分。很多，这个说。英雄歌词呢？哪一个呢？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去上课，也不是去拜访，就是去拜会一些老师，去学到鱼菜共生的知识。我最早开始是从网络上去查资讯，然后去查一些文献，然后去看一些影片，然后可能在自己家里面的小阳台就先收集了1年的资讯。那收集这些数据，收集完之后分析，确定说可以做，然后我就把资金投入进去。对。那投入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小系统跟大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跟概念。对，所以在前面的1、2年，我除了面临到虫害的问题之外，我也面临到整个系统失衡，导致我蔬菜种不出来的问题。对，马个很多失衡，其实意思是马个。其实鱼菜共生它就是一个生态圈，生态圈一定会有供有给，所以供给要平衡。平衡之后才会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嘛。你如果供过于求了，就比如说鱼的排泄物太多了，然后它转变成的那些能量太多了，植物吸收不完，
那吸收不完的东西就回归到鱼池去。那这对鱼群来讲，鱼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健康。那供给的东西太少了，植物吸收不够，它就会在它的叶片上面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显示。对，所以我曾经种过最夸张的是整床的蔬菜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哦。哎，对。按你底下跟米头也还讲它的本身品质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就完全不能吃啊。只能看，就看得很漂亮，但是心很痛。哇，对啊，真是可以到心酸血泪史的地方呢。按你对你自家来讲，你种一个五彩工程也做农场都已经第四年了嘛。在对你来讲，鱼菜共生一个产业啊，它除了讲其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产业，就是某加一个化学添加的部分，它还有哪一点的优点或是值得你这样子去付出，然后推荐本太改。其实一开始当然就是因为它是所谓的零添加的蔬菜嘛，就是大家都会追崇有机，可是其实大家都忘记说，我们台湾的土地长年以来都是利用惯性农法，以前没有有机这种东西，所以大家都是不断在使用农药、使用化学肥料，这些土壤其实都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机法规会定得这么严格？它就是你土壤一定要闲置几年后，你再拿这个土去测，它过了你才可以种。但是这样子来讲，对于我们生产方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竞争力的。对，那我就想要找一个让我觉得说我可以很快就进入生产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方式，然后但是东西又是很干净的。那我一开始有想到水耕。那水耕的部分，其实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它跟我的观念其实还是有点偏差。对。因为他们还是必须要靠化学的养液来给植物供给养分嘛。对，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希望用天然的方式来给植物。对，所以我后来就再继续去寻找的时候，才发现，鱼菜共生这个方式对我来讲是最适合的。对，所以才会去针对这一块去做。那后来我其实也印证了我的方向是对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吃水耕蔬菜，他们都普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生菜吃起来怎么会有是苦苦涩涩的味道？可是实际上这个植物的味道并不是它的本来的味道，而是因为这一些养液多了，或者是它的平衡没有调好，导致它的那个植物体里面都有这么就不同的一些，不是天然的一个方式呈现。多的都残留在底部啊，这种负米还发酵的这种米头。对，那鱼菜共生菜很好玩。鱼菜共生菜我们是透过粪便嘛，然后去做转换。我们透过粪便，然后培菌，去把这些粪便给分解掉，然后转换成肥料，然后给植物去运用。那在这种自然的方式去做分解跟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大量的辅酶。那这些东西它就会有个副产物叫氨基酸，所以我们的菜是有氨基酸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人体有所需的氨基酸，这些东西呢等于是它额外再给你的。这是水耕蔬菜跟一般惯性农法种出来的菜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一个优点，然后一个好处就是说，其某加发酵的其含有一个提配额外的氨基酸。对，在生产方面呢，它的一个产量算是稳定的嘛，因为你有盖了一个温室，所以说它不会受到人讲的环境的影响，错吗？其实环境的部分就是透过温室的环控嘛。我们有做风扇在抽风，有水帘在降温，然后我们有网子在做遮阴，那我们就尽可能去模拟秋冬的天气给里面的植物。对，所以基本上像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年的4、5月份到9月、10月这段时间是很少有蔬菜的，因为台湾在这段时间就会经历到夏天嘛，高温、旱灾、台风。然后开始下大雨又淹水，所以基本上都种不出来。那温室它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遮风避雨，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维持固定的温度，让植物去做生产，对。所以我们通常整年来说，对我来讲它是没有什么淡旺季的。对，观众朋友。得到玉祥的分享，大家有谈清楚冇呢？原来啊，一個五彩共生的農業方式，真是比我們所想的、所知的其他的農業方式來得清香，也來得健康哦。不過啊，還有更多冇共用的知識同故事，大家休息一下，冇走開哦。等一下繼續試比賽，繼續來同大家講哦。
有想今日按用心种出按好势又按健康的菜，不过也条菜很用买用的生呢，也能继续来请教一下有想吧。有想，这个有按用心种出按好的菜，那你在贩售的时候，头都有讲到嘛，能有接个几台的订单，那么大的订单，其实差不多有一台量啊。大概一天要300公斤，300公斤嘛，对，我说能更加量根本无法度好衣服，完全没办法。你这个在做这个销售的管道，其实当初从一开始的销售管道到现在，其实有空用吗？还是你们已经有研究出一些比较特别双赢人这个经营模式呢？其实也就是真的跟打游戏一样啦，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那一开始的话，就是种出来的量也不多，所以就是包装成一包一包一包的，然后车子一带，开始就是去学校啊，去认识的人地方啊，开始慢慢推广。那推到后来之后，自己在手机里面创了一个赖群。然后把曾经有跟我买过菜的人都加进来，那加进来之后，我就是把一些消息就丢在上面，然后大家就订购，可是也是挨家挨户的送，所以最早之前其实是很辛苦，我常常从农场出发进高雄送菜，送完一圈回到美浓，我去看我那个里程表，我大概要跑150几公里。哇，对于俺们屏东的头，这都屏东的米呢，一团暗虫的路。对。哇，那这样子也是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慢慢的就有遇到了一个台南的客人，那他本身是瑜伽教室的老师，一个大姐，然后一开始她也是很单纯，她是住山林，但是他们就嫁到台南去这样子，然后她就是回来山林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山林有到我的农场去看，然后去完之后她就觉得还不错。然后就想要跟我去做购买的动作。那一开始他也是自己吃，对。然后在音乐桥的情况下，他又是知道我之前是健康管理师，所以他就说他已经尝试减肥，尝试很久了，都一直没有什么效果。他说减肥药啦、减肥诊所啦，他都去过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吃才是重点啊，所以我就帮他辅导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瘦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子，就单纯的一个客人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因为他是瑜伽班的老师，他瘦了，他的学生看得见，然后学生看见之后就会去问，然后问了之后他就说，哎呀，那个老师你怎么瘦的啊？可不可以教一下？大家都在这边学瑜伽，你知道要凹下去，肚子卡住都很难凹，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那个大姐她就推荐了我的菜，所以她就从一个小小的客人，然后就变成我的最大的一个团购组，所以她到目前为止，她每一周大概都需要200包的菜，去供她下面的这个群组这样子。等于讲，那个线上吼，伊唔单像变成那个活广告，甚至于讲变成那个经销商、下游厂商。对。哇，你除了那个线上给那个你的之外吼，还有其他的客人是在你过程当中啊，就譬如讲给位，他们有没有提出一些比较特别的特定要求？因为你这个来吹是固定的嘛，就是固定大概都有这几个啊。有的你还会不会跟你提出啊，俺是要几种吹是都有点腻了，或者是我们会想着有某 Q 用的吹口也是某，会不会有这样的客人提出这样的需求？也是有。当初固定的品项就那几样，吃到后来有人会觉得烦，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开始订的数量会下降，然后我就有去询问大家说，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菜？那我种过很特别的是羽衣甘蓝。对，然后我也有种过韩国芝麻叶，然后我还有种过一种叫做。吃起来有芥末味，它叫芥子菜。对，它长得像珊瑚礁这样，它没有叶子，它就全部都是梗。对，那吃起来就有很浓厚的那个 wasabi 的味道。要跟最近还有在种吗？没有，那个都是算是过渡期的一个试验性的产物。就应该是讲有从听你再来种的嘛。对。客制化真的是客制化。我自己其实也会去试一些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对，譬如说它整个根都是红色的火焰菠菜啊。对，那些东西就很特别，然后我就会去种。就过年期间。有些客人买回去不是要吃的，他会就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面，然后因为我们都是
种在海绵上嘛，然后底下就是根系，所以它就是放在罐子里面，然后加水就把它插在上面，然后整颗就这样红红的。就可以看又讲对吼，对看的真是肚脐的，也迄个毛毛跟火石都拿来熬药进去，真是蛮好呢。哇，你有给糖讲吼，你出来大部分都是叶菜类嘛？有你会想特别想讲，我有没有根茎类的？我以为在问呢嘛。其实鱼菜共生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在不是只有台湾，在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曾经有，像在越南，他们也有用鱼菜共生的方式来种香蕉树。哦，对，他们就用桶子把香蕉树苗固定在中间，那底下他们是用喷雾的方式。哦，对，所以它不是整桶的水，它是用喷雾的方式。所以等到这个香蕉采收完，它要把那个香蕉树撤掉的时候，他们就整颗拔起来，就像一支那种超大的毛笔这样子，那根系都在底下。那他们也有人透过这个种果树，就利用炼石，利用发泡炼石，然后但是唯一比较有难度的就是根茎类了。哦，用板公鸡一天我奶嘛，黑没养给你。因为毕竟它的介质是水。哦，对，所以你说如果把这个，比如说洋葱，洋葱是在上面还好。如果说像地瓜或者是红萝卜这些东西，它是在地下的，那是不是它就要泡在水里面？真的，那就很难去预估它会不会被泡烂啊，还是怎么样？相对要给，真是给很难想象的个画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把这种人讲的技术的门槛在啦。也许有一朝一日我有发到，不过在更加来讲，可能它还是一个比较成本方法唔来的一个选择啦。对对对。按你有叫能种喺吹啊，有人讲都按好吃。那最主要的料理的方式，你自个有推荐的吗？做沙拉呢，还会有其他你自个比较特别喜欢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就健康师就监管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植物当然是吃最纯粹的嘛。所谓最纯粹，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加工跟烹煮。原来讲的原型食物，对，就吃原形。因为蔬菜有个很奇怪的特质，就是它是有水分的东西，所以你经过烹煮之后，它会变小。所以人家说南宫怕菠菜有没有？其实他们在切菜的时候是一大盘，煮完就剩一点点。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它的一些养分啊，或是一些比较利于我们人体的一些东西就被煮出来了。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提倡生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针对鱼菜的这个部分去做琢磨的原因，是因为鱼菜不能使用药物，所以在上面只有残留的只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常常跟我的客人讲说，回去什么清洁用品都不要用，你就是水冲一冲，折开，你就可以开始吃了。哇，对，嗰種有嘅時節，特別講做沙拉，愛種物嘅，其實唔係唔是，假使講有食得慣嘅話，唔都吃只種啊，吼，甭給種水涼烘來，吼都可以，這就可以這樣子吃的啊。如果真的吃不慣，可能再配一些簡單的醬料。我自己來講的話，我比較喜歡做的，我常常在吃的方式是就是生菜嘛，葉子，然後我會到那個無糖的優格。哦，然後一些堅果，一些玉米粒，然後最後淋一點蜂蜜在上面。其實這樣就跟外面賣的沙拉是一模一樣。你看，真的，這是最健康的吃法啊。不過天寒的時節，天氣冷的時候，如果這樣子吃，是不是真的有一點涼？我發現我們家的菜煮泡麵很好吃。哦，打泡麵，對。那你工作超嘅，沒錯，就是想要聽到這個答案。但是煮泡麵呢，大家都會習慣性就是麵下去之後，菜就丟下去了。然後我不建議大家這樣做，我們還是要吃到它的那個口感嘛。對，所以我比較建議大家就是泡麵煮到快要好了，我要準備關火了，把菜丟下去，把火關起來，稍微拌一下。留了差不多1分鐘嘛，哈，對，稍微熱一下。稍微熱一下，其實燙過的蔬菜，它的甜味會跑出來，可是它的脆度又還在。所以我們就不會像我們之前在煮泡麵，一丟那個菜都糊掉，都這樣子軟軟的。都黃黃爛爛。對對對。不管給菜品質好唔好，也是唔出來，反正全部都就全部都一樣這樣。啊，就像恁這個如果按你種出來的菜啊，從一般的強菜俺能買過一次，從後買過一些，其他個保存方式，保存的方式有沒有不一樣？我自己其實一開始在做販售的時候，因為很多客人都會問說菜可以放多久？那我自己在試驗的方式是，我有做過幾項，就是第一個我都不洗，我就整包菜丟冰箱，我也不理它，看可以放多久。那大概就是可以放到10天、11天左右。然後後來我想說，因為會脫水，因為冰箱會把蔬菜的水分給帶走，所以後來想說，那我先洗完，我洗完把水脫乾，再包起來，放在一個盒子裡面，放在冰箱，
结果我曾经尝试那个菜放最久，放了快要20天。哇！对，所以我后来抓个中间值，大概就是17天。对。就一般来讲，就是整理好嘞，洗笔枪嘞，然后两笔走嘞，然后就不用平常地步，差不多不用好最多人个唔係講按多年，差不多2禮拜，最起碼可以安尼食得到很新鮮好食的香菜。對。按你有上人自家咧農場啊，第一講。幾多嘅農場而家有做體驗嘅方式，你哋農場有推出乜嘅體驗嘅方式，又係講同人自家合作嘅學校嘅，又同下訂單咧，你哋可以做而家最流行嘅食農教育嘅部分，一種課程啦、體驗嘅，你哋自家有在進行嘛？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因為畢竟想要推廣就是健康的飲食嘛，所以從最早一開始是到學校去演講，那有一些校長啊、主任他們認同這樣子的一個做法的時候，他們就可能有計劃下來，他們就想要在我們的農場安排一個食農教育。那我一直以來都是有在承接這樣子的一個活動。那小朋友來，其實他們一開始進到農場的時候，我會先跟他們介紹，不是農場的蔬菜，而是外面大概有1000棵的澳洲茶樹。啊，對，先介紹樹哦，這麼給呢？就我們前面剛剛講到，我的農場佔地大概1200坪，可是我的溫室只有500坪，那我剩下的地方是我種草皮，就像公園的草皮這樣，然後周圍就是種那個澳洲茶樹。那澳洲茶樹它這個 idea 的發想是在大愛村那邊，就是我們那個永林農場，他們都走有機，那他們走有機，他們要怎麼去防範其他的田撒藥的污染？他們就透過去種澳洲茶樹，因為澳洲茶樹的葉子很密，然後它也有味道，所以它會把一些飄進來的農藥給阻擋在外面，然後再來就是它又有基本的防蟲的能力。對，所以我都會先跟小朋友們介紹說這是澳洲茶樹，讓他們去摘葉子搓一搓，自己去聞，對，然後再進到農場。進到農場之後就跟大家解釋，我們在哪裡養魚，我們為什麼要養魚，那這些魚的便便去了哪裡，然後就透過水流的這個模式帶大家走一趟，然後最後有一些的學校他們想要體驗，那我們就會讓他們自己種他們自己的菜。對，然後等他們菜大了之後，就會包起來，就送到學校去給他們這樣子。就等於講，佢將來自己可以先種出，然後自己好的時候呢，就同佢哋收上，然後送過去，佢哋可以吃到這個以前可能2禮拜前、3禮拜前種嘅菜安尼嘛。對，我們就事事搶第一嘛，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讓小朋友就是在我的農場吃到他們自己種下去的第一顆菜。真是多麼神奇啊！神奇的一件事情呢！對。哇哦，觀眾朋友，今日有上嘅分享，當晚精彩呢，本來提供啊，馬嘅按到菜強身，用辦種出健康又好食的香菜哦。今日真是各位感謝人的優秀，帶來精彩故事分享，多謝哦。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希望大家有興趣，有對於菜公司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歡迎私下聯繫我，然後可以到我的農場來參觀，然後我會盡力去滿足各位的求知慾。謝謝。好咯，除了食得健康，最重要還係聽得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